这个男人只是想帮小女孩找到失踪的妈妈，却不断遭受暴打，甚至差点丢了性命。现在昏迷躺在医院，还被诬陷成了杀人凶手。秀月也感到良心不安，联想到最近诡异的事件，想着只有尽快找到郑某才能水落石出。头痛欲裂的秀月来到药房，发现了正在张贴寻人启事的小女孩。她请求秀月帮忙把4叶草手链转交给吴巡警。秀月和同事通宵查看郑某家附近的监控，同事发现一辆可疑的车辆，秀月认出那是给去世宠物做火化的焚化车，但突然凌晨出现在小区附近十分可疑。拨打车身上的电话也是空号。两人在偏远的郊区找到了那辆车，守在那里的男人意识到不妙，找借口偷偷开溜。同事击破车窗，在焚化车里发现了残留骨灰。都警察得知有人带走了骨灰，担心事情败露，怒不可遏的让他们立即跑路。秀月这边经过法医检测，发现骨灰当中的确含有人骨。秀月来到小女孩家，采集了郑某弟弟的简体，男人却只想得到姐姐的保险金，丝毫不在意姐姐的死活。秀月只能无语的离开。小女孩追出来询问她自己的妈妈是否已经离世，秀月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小女孩也明白了她的欲言又止，请求她不要再帮她寻找妈妈。秀月看着可怜的小女孩也于心不忍。秀月接到同事的电话，已经确认死者就是郑某。心烦意乱的秀月回到家，看到哥哥订的外卖，发现外卖员头上都有记录仪，来到外卖公司查看事发当晚的录像，发现那时都警察出现在了吴巡警家附近，推测是他杀害了郑某，担心事情败露，才要将吴巡警灭口。秀月准备将都警察绳之以法，不料都警察早就先发制人，在吴巡警昏迷的时候采集了指纹，诬陷他杀害郑某。而在吴巡警家也找到了凶器。同事听到后瞬间暴怒，明白都是都警察的计划，双方扭打在一起。局长对于他们大闹警署大为不满，秀月解释都警察才是真凶，局长却说都议员亲自打来电话，证明事发当晚两人一直在一起，随后甩出升职人员的名单。秀月看着自己即将晋升，便默不作声。新闻播报：曾经因为监察压力试图自杀的吴巡警被揭涉嫌杀人，引发世人震惊。秀月成功晋升组长，但同事对他这样得来的升职十分不屑。前女友也讽刺他终于心愿得成，告知他郑某是牺牲同事的线人，两人相继被害。这个案子没有那么简单，将郑某戴着的项链照片给他看，而里面就藏有摄像头。秀月不想趟这趟浑水，借口将前女友赶下车。这个男人遇上电梯故障，突然有个头盔男撬开电梯门，但他可不是来救援的。头盔男在电梯里疯狂蹦跳，秀月害怕的蹲在地上，随着头盔男高高跃起，奋力一跳，一瞬间电光火石，电梯急速下坠，秀月也吓晕了过去。醒来却发现自己被倒着绑在机车上，头盔男疯狂的在商场内行驶，他只能无助的大喊大叫。机车突然停下，原来是一个老奶奶要过马路，头盔男礼貌的跟老人打了招呼，随后再次疯狂的加速向山区进发，最终停在了焚化炉小车旁边。小混混拿了钱却没有跑路，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带着手下重新返回了这里。秀月趁着头盔男和混混们打斗时，潜入2楼找到了郑某的项链，随后立即逃离现场，留下头盔男独自混战。秀月拿出项链里的内存卡，发现了都议员杀害郑某的事实，惊恐地关上电脑。秀月不想惹上麻烦，准备扔掉项链。头盔男突然出现夺走项链，秀月质问他到底是谁。头盔男摘下头盔，说他就是当代最后的英雄，专门处决无可救药的人。秀月只当他是个疯子，头盔男直接站到护栏外往后一倒，秀月立马冲过去，但头盔男却不翼而飞。都议员成功连任，厅长提议一同聚餐庆贺。秀月突然头痛欲裂，借口来到卫生间。头盔男再次出现，感谢他提供的 U 盘证据，随后便离开了。秀月赶紧追出去，眼看头盔男就要追上都议员，秀月只能无助的大喊不要。头盔男大喊都议员的名字，随后飞身一脚踹向都议员。画面一转，每次头盔男出现时都变成了秀月的脸，原来他们就是同一个人。这时秀月正定格在半空中，飞身踹向都议员，众人都被他的举动吓得目瞪口呆。